科学大倡议平台天地中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非常高兴来到新的一期平台天地当中和大家又见面了。我是万里牛，今次我为大家请来了一位实力偶像派的演员。偶像派嘛，偶像派；实力派嘛，实力派，那叫实力偶像派。哎，各位演员啊，在现在的第一线演员当中是非常有实力的。那么说到偶像呢，有很多人才是那个粉丝，是不是叫实力偶像派的演员？啥人啊？我不是你都猜得到，徐伟新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好。为啥？有很多观众来问我，哎，说万里啊，说徐伟新还有几岁？那么我大家都想想，我说都自家猜呢。有个是38，有个什么大38不止，起码48。那么说有个是是当到一道进来是74个班同学，我才分个是味道。哎，徐伟新，那么这个现在好机会，你自家和观众们交代一下那个来龙去脉。其实我呢是79年进头的。你进上海平台的辰光几岁22岁。22岁。那么22岁之前你做啥个事情？22岁之前呢，我辣上海卢湾区一档公司工作。你在一档公司做啊？你可到今朝第一趟听你讲了，这些都不知道的事啊！我搿辰光到那酒店上想，开圆门关来。搿辰光是个卖香烟要票子，但是我是算帮衬的。哦，算衬的，算衬的，倒是有技术的。那么也是辣我20岁的辰光呢，我是也是突然迷上了平台，而且是崇拜蒋友才先生。再后来嘛，我就到搿个卢湾区的文化宫里向，就讲里头有个平台搿个集训班里向，所以我就参加了搿个集训班里向。所以正确的讲呢，我是漂游下海。漂游下海还有大好了个，那个经济讲有绝版，一派创始人。哦，搿个是毛病。那么你原来考进平台头嘛是啥个机会考进来？考进上海平台头搿里向是，对我讲起来，里向会有故事啊。考进来为啥故事呀？是呀，我最早考上海平台头之前，我考的是杨浦区的东方平台头。考东方平台头，那么按考去呢？考去的。那么两分去呢？讲到搿一桩事体呢，我就要感激一位先生，就是施亚军老师。哦，读书老师。哎，你是东方团的演员嘛？对对对。那么你听知我唱之后呢，你就弄我拉到边浪向等我讲，伊讲你啥天考东方团，你啥天不考上海平台头？哦，哎，说明你唱得好。哦，那么原来那么就是实际上拨我一个消息嘛，我晓得哦，上海平台头辣浪招选。对。所以我团队啊，我就到团里向来考了。我还记得蛮清爽，一家头，门前坐9位先生，朱家生老师、杨德林老师，还有江文来、张振华等等的9个老师坐辣门前。结果我就唱出一段蒋老师的《龙岗十里交欢声》。哦，是蒋老师后期的代表作。是呀，是呀，是呀。那么唱下来哪样？唱下来嘛，江文来先生问伊讲，你屋里向还有录音机啊？我讲我录音机嘛，因为我的确屋里向买不起录音机，但是我是呢，搿个无线电辣放的辰光呢，放了3遍，那么拨我听下来呢，我是拿个词、拿个曲侪记下来。哦，无线电里向放3遍，拿脑里谱子侪记下来，哎，我的记性倒是蛮好。所以呢，搿个就是搿一段物事来考呢，结果里头倒蛮觉得还可以的，所以搿个。学生子呢就算进来。就讲，我记得80年代初，上海平台头举办了一场青年演员流派演唱会。我记得你搿个场里向演出唱的还是蒋老师的节目的。是呀，搿辰光我唱的是《西宫不觉来往往》。听到的是。哦，搿桩物事难度蛮。搿个是我进团，是第一次登台。哦，就考进平台头第一次，哎，正式登台第一场。辣浪巡游史上。我记得搿日天蒋老师连坐了第4排，不晓得第5排。紧张的，连坐了下头，我唱起来蛮紧张的，也不晓得哪搿段物事唱下来。哎，搿么就讲，哎呀，你再来回顾一下你当时辰光光辉印象。搿个辰光有录像厂，有而且彩色的，还要看。看是想看，但是也勿大敢看。啥个抗拒？搿辰光蛮漂亮。那么你看我现在搿个
来这样，你这个啊这是不是这样？哎，我都觉得反个。哎，当辰光可能比赛漂亮，但当辰光能自己亲自去没头小伙子。这样，你再来欣赏一下当辰光能自己的智慧性。虽然正听见牛仔是心惊，眼里男儿的是得狂而成。啊呀，畜生！你好。随公不就来闹没胸大，你从上云天。良心别骑兵送风撇地呀，奈何的真正一些刚刚得中一帮高女来杀穷的爷娘，已经不要一人与同的爷娘。啊呀，畜生！想是天生于你这种不幸。我今朝要打死你才听当，打死了畜生，放下我心头恨。我们肥婆老命坐地上总是畜生非我呀，这抚养的恩人必谁杀？奈当我今不能将他打，当然可以打。奈当中要有个道理，那么可以打，不能打。样子16年当然不能打。我今朝当到是有道理，今朝非打不可，老大人。既然是他起谋明他相思句，为什么么不与爹娘共猜想？既然是他想你
始终意。为什么不把乡人并蒂娘？既然是要爱当，去把亲娘生。为什么不去告病而高档？既然是么爱当，生了亲生母，为什么要把我们谋来够中央？为什么没听当设下牢笼计？为什么要批我们到此在家上？为什么没在家上闭了鸿门衣？为什么要把爹娘当做了儿女，把要别死的娘塞当上？是不是？啥天看到认真的啦？哦，搿辰光马上哈啊，对了，眼睛记我到，把两句我听。但是搿辰光人少，通光虽然两只眼睛，搿辰光就风华正美，感慨感慨，青春一去不复返。对，搿句倒不错。但是搿辰光呢，嫩了，尤其呢是搿个，因为我上海人，所以搿个上海腔特别多，所以屋里向全部侪上海腔，所以听到了。还有人讲搿个叫害怕。那也杀我。不是，为啥？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你留下来高唱搿个几句。你唱的是周云才老师的《芳心寄养》。是。听众热情啊，唱嘛唱得响，唱得好。是唱一句我就话一句铺。上月不听见，上月。根本我都不通了。你刚刚说个，你非常迷姜老师的艺术，咁么周云才老师的艺术呢，那当然关系的呢？其实我搭周云才老师呢，关帝亲的。这个我晓得个，人家在那讲，周云才老师搭徐伟新老师以前上个春秋，上个春秋我倒不晓得。是周云才老师吃过我外婆的奶。哦，咁这实际上说起来，就周云才老师是那个娘舅辈分。是的，还有呢，后来就是欢喜平台之后，我就觉着我嗓子里向有一种部分啊，我觉着我到搭里蛮像的，所以呢，我就录音机里向就自家学的。那么，前巧搿日天唱厅堂的节目，我觉着。那么再来一只嘛，那么我随拿搿一段物事来唱拨大家听听看。我也不晓得下头个会得怎样欢迎我。搿个呢，我觉着归根结底是两个字：缘分。所以呢，和周云才老师之间的缘分。讲得对，讲得对。但是往来到其中脱不了关系。是呀，是呀，我记得后来上海平台头举办了一次会试，叫“落叶养红花”。就是头里向个老师啊，做麻醉拔琵琶，托我们青年演员做上水。乃是搭陈秀老师。对。乃就是去周云才老师的角色。是周云才老师的戏。你到拿我定位就定了搿个周云才老师搿个乱派里向，所以我是甄子丹里向是方清姐娘，我是娘。那么陈秀老师里做儿子。现在回过头来想想，搿场演出是蛮有意义的。有意义的，辣让自家个艺术生涯当中，上港一位大家来为我来做落叶啊，我从个人讲非常感激。辣平台界里向也是一桩交口称赞的事体。应该不错。搿么是讲，你得来回顾一下当时辰光，那个陈老师演个落叶养红花，看看还有当初精神当中风吧。石道太太，继儿是我爸。七分婚比作了5分纱。
也没亲历出几次岁年，乃现在发来一封儿啊，别见你岁年往后去。为何你是天涯地久金花？你是休不想娘在故乡儿在外，我好比那风中只做草上沙，伤风开水呀咋办？为啥？哎，刚刚搿头方兴见娘，不过了声音浪向、走腔浪向，把周云台老师侪写起像，相迎相迎，不，确实是非常是像。哎，不过一定勿请教来了。既然拿到周云台老师的艺术风格实际上相像嘛，为啥后来呢没搿条路浪向专攻攻下去呢？搿设施搿个物事呢，那到现在辰光才有点多。那当初辰光别过就是一腔热情，也是迷呀来设施。但是设施呢，真的到这个行当里向，你方式晓得，你应该学哪一部书，你个性格是应该攻罗里一路，应该拼哪个档次，等等搿些问题啊，其实是一个从大个问题啦。所以我一直觉着近段的搿个几年啊，迷迷茫茫，就不稳定。哎，不稳定。所以我曾经跟过苏志英、江文来两位老师啊，3个月学过肉蜻蜓。后来我晓得到徐经纬拼过双环球，双环球搭王家明拼过固定人，经历特别丰富。那么一直自家缺乏自家搿个设施，干脆罗里一条路，学哪一部书，把罗里的先生随时搿能样子糊里糊涂。所以我当中话里我还看过门，平台头的大门我看过。平台头是门口大，从来分缺脱搿物事。那么后来呢是领导是看我空落浪嘛，关照我到后勤处去抄脚本，就是资料馆里向的脚本，大概要抄至1年多了。所以有种脚本书啊我没识过，但是我的脚本我看见过的。搿个呢抄个辰光蛮有天有地的。那么现在回想过来，觉着是一次非常非常难得的一次经历。哎，为啥？可能当时辰光比较曲折，现在回过头来想了，倒是一种财富积累。应该讲起来，我从你条路浪向一个蛮大的转折呢，是辣辣1987年。就搿辰光，前恰是平台界里向江浙沪有一个叫中青年平台大奖赛3强杯。对，搿我晓得个。当辰光乃写了一只兜片是叫《初恋》，而且还得了搿一次大奖赛大奖。当年形成2人就得了搿一个最佳演员奖了啥也是。但是搿一次得奖，再回想过来，我还是要感激当初辰光平台头对于创作搿一个宽松的气氛围，特指石文来老师，我要感激的。初恋和石文来老师有啥关系？是因为初恋不上院之前，队里向摆了一只中片叫《吹丝》，对，是陈志达老师创作的搿一只中片。那么辣辣排练过程当中呢，形成他深入我，觉着搿当中呢，三个搿一段爱情的搿个一段物事啊，好像总归缺脱点，好像搿个味道总归搿个还勿够。那么结果陈志达老师呢，连到2家就要难来写。所以后来陈志达老师是我的创作的我爸爸老师，是吧？那么你其实是拨了我一次难得的机会，那么我也是甚至乎我们就接住搿个任务嘛，我就完全去写。那么写出剧章之后，明朝过来呢，我就辣剧组里向我读拨里头听，结果听下来之所以石文来老师呢，激动啊，鼓掌，是吧？连连称赞。其实你搿一称赞呢，我就觉着呢，我蛮有信心哦，说明我搿个物事倒也可以啊。我再留下来就是初恋，所以我搿个第2次初恋再得奖呢，别人家以为拿得上一个演员奖，但是我心里向呢，我是觉着我获得了一个创作的信心，所以呢，我就辣实施的同时，我就走上了搿个创作的搿条路。哎，为啥？葛么
你一道来回顾一下，那到你人生一道演出的搿头处理也好啊，一道来欣赏。我亲爱的、漂亮的爱人，你的功力令我心打醉，叫我四都放纵心不宁。都是你的风雨，为你一个分。我们心心相印，结同心。但愿我这颗微不足道的心，能和您这颗高贵的心永远附在一起。一个真正爱你的人，有阿尔维斯阴霾。哦，我天赐的天使，你日天生属心门，生于痴处处虚情让我心不觉动心得真神，我等着您的回信。我把你们当作花布，深情心拥有。你于我的心中一口气明我与你在情我生啊于死，因于你的光明我死也生。你来我往，心更深。萨克维亚常常来是蛮冷静，沙天毕竟自家是绝外人，不晓得牵着我的私心下下来，心越来越多，字句越来越热烈，到后来，我又不来给他像啥有点混叨叨了还。沙天么萨克维亚昨夜里从来分这些个女朋友，一个儿他我热心忙来家的。相思，不尽恨相思。一个儿么忠心，一却不得。一个儿么焦虑，他们婚期盼。一个儿么七日以待，这时光慢慢去，你快离相偎，赠送着思里心。我想，演员做到一定的阶段，尤其平台演员到了我们这个年龄了，每人侪有部长片，你要看家书。那么一般情况下头，从受通书比较多，譬如讲《玉生亭》啊、《珍珠塔》、《三峡》、《杨乃武》等等等等。但是你呢，恰恰选择了一部现代题材的长片，最开头。就讲你为啥选择这样一部书，而且在平台讲当中就适当的名气不是很响。三枪杯这个得奖之后呢，这个我还是觉着，哪么留下来哪样办？但是我就讲留下来了，人生当中又发生了一桩事体，对我是就是搿个哪能会得实现代史搿一个转折碰到一桩事体，所以我去拍了一部电视剧叫《江南明珠》。那么李督戏中我是1号男主角，
我也从来没拍过戏，那么去拍有半年的经历，我自家深深体会，就辣搿个半年里向，我获得了一种就是影视表演的搿个经验。随后我就辣想搿个问题，我好没好传统书？我进来的辰光，我谁想深入心庭，是吧？所以上一大路过来之后，原来我想到最后，我搿个辰光我决定，此生我来写现代诗，就是讲我身浪向的搿个表演的搿个一个小小叫经验吧，伊可能辣现代诗里向能够得到体现。那么我就是抱着搿样子一个信念。我就打听了，搿辰光书台浪向两部书，一部是《啼笑姻缘》，一部是《吹海棠》。对，风格差不多。那么《啼笑姻缘》嘛，呢像蒋云山啊，团里向嘛邵坤老师嘛这些。那《吹海棠》一打听下来呢，加上也是个机会，对我讲就是个机会，是一路是范水军老师的，后来传拨了王金之。那么还有一路呢是苏州评弹团叫王洪生、王士生。那么搿个两路呢，而且到我想学现代诗的辰光呢。伊都侪退休了，就我要写搿个《吹海棠》嘛，搿王士生老师呢，一句闲话就200块钿呢，就问你侬搿个脚本买出来。那么搿一个脚本，我来看搿个两路比较下来啦，发觉有一个问题，搿个啥呢？就是讲范水军搿一路，因为范水军先生你是女，所以呢，你侪是罗香衣啊、美宝啊搿一路呢，你是这个会得越做越浓。但是吹海棠搿一路呢，李随这个有点打过啊。搿发挥你搿头。那么王士生老师呢，你是噱头蛮好的，识标实力强。但是你呢，你欢喜演搿种反派角色。那么吹海棠搿个角色呢，辣理解的呢，好像也是比较搿个。我觉着呢，搿个里向拨我寻出一个空间，因为搿本书就叫吹海棠，而搿个吹海棠搿一个主角个命运啊，辣里向是真的仔细嘛。所以我就让搿个里向花了不少功夫，就是我对影视、对话剧搿个一些个表演的一个理解了，我来参与了现代诗里向的表演。那么，尤其到现在觉着搿本书越来越难识的地方呢，就是崔海棠搿个人物是辣发展的。年纪轻的辰光里，搿崔海棠是名角里向梅兰芳这样一个，这个我也不晓得命运是哪样桩事体。等到后来里个一再个搿个碰着个苦难啊，搿种困苦已经侪导致绝境里向个困苦，但是李为之自家囡要拼搏，所以我觉着搿本书个留下来搿种情感啊，远远个超出来男女情爱搿种私定终身搿种，所以我觉着辣搿个里向呢大有研究。你讲得也不错，因为我感觉啊，老是一般个两路吹海棠风格，各人各人个有点上去。拿侬两个上去捏了一道，所以呢，再加入了自家的体会特子创造，咁么就成为了那习惯性的吹海棠，搿不是个？你现在来回顾一下，就讲你对不同江头的吹海棠是哪分别来表演啊？来，一道来，请看。罗女士，你须掉泪。恨无疆，你将我当作知交来倾诉，我把你当作好友来体谅，这世间多少无奈事，我怕只怕你非你俱欢情。
他的魔杖你拿到头，他要你活在笼内，死意在笼中。吹风吹雨后是心，这心翁的泥娃正在消退。我求你振作精神，擦干你的泪，宋军不必空悲伤。讨飞夫话中让准若千里，莫忘我去海大。雷宝，爸爸，爸爸有几句话想和您说呢。哎，爸爸，您说。爸爸，我现在最后让我自身被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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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自己对，加上一句闲话不。为啥？你看啊，你看侬搿对眼睛晶莹剔透，我晓得你想当侬讲啥，你要想当侬讲，你夜车仿佛都要醉了。你看侬搿对眼睛，你哪能承受得了？你也是真的鬼混的噻！谁如你是风雨的灯芯，来上去，你不想也想，这生死两字要紧随着小女心。你身为是他已灰了心，你若挽救他已要赋予你，谁如你对世事深深俯首哎，你不想也想，他们梦与相逢又在后世生，你宝贝身家风消息，你为什么为要害被人类去拼性命？你为什么不都是为了女儿去姨娘亲？非妻娘亲你他已无信心，怎啊能去人海茫茫把娘心？到那时候你离了人间，要双目睁，倒不如抢着回忆接力他啊，要一直即将死里生。关注
评弹天地微信公众号，或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参与节目互动，就有机会赢取徐慧欣亲笔签名的徐慧欣评弹作品选。我想，现在你的平台听众当中有一句闲话，说呢，徐慧欣呢是唱作型的平台演员。其实我要感谢李导，因为我每次创作呢，李导在给予我掌声啊，其实是给我一种肯定。可以说每个先生侪会得辣唱片里向自家动笔头。那么我当然对崔海棠搿个唱片啊，搿个懂得比较多，是吧？搿种感慨呢，只有自家晓得。但是创作呢，的确是一个是要甘愿默默无闻的事体，你要表现出来，搿倒勿大有机会。1999年啊，机会来了，就是苏州开始举办苏州平台艺术节。搿是文化部摆了。文化部摆了。那么搿辰光第一届是1999年年底个辰光，你前头全部辣拍搿只中片，就是身旁段子。突然看到后面搿个规则里向搿短片也好比赛。那么一直到辣团里向没短片，新个短片没嘛，也是第一届。搿辰光领导就关照，凡是能写个，大家学生努点出来。那么我也是呢，就是讲平常辰光有点积累，平常辰光是比较关注。当初辰光社会浪向对上岗下岗搿是一个热点的关心的一个问题嘛。我是这样想，你搿个创作啦，应该是搭时代有所接。那么平台的数量也有这样的传统的，解放之后呢，有许多中片啊、短片啊，侪是写时代作品。前腔我报纸浪向、夜报浪向看见一段小故事，那么我就拿搿一只故事呢，就改编成一只短片，但是叫《旧恨》。那么就带着搿一桩物事呢去比赛嘛，结果得到了搿面个听众评委啊一致好评，就获得了一只大奖。为啥？所以我觉得了，尤其是一个平台演员，平常的积累相当要紧。是。第二个，当然那个能力勿来，你积累了还没用的，对吧？自家写、自家唱、自家演，都要拿奖。当初辰光，位于沈凌里等味道演出，你个表演也是非常出彩。对个。咁么这个，你得来回顾欣赏一下，你到森林里头演出的旧人。我看两位的意见呢，都有道理，谁有道理，谁是没道理，而且是肺腑之言。这山科长的这份东西呢，看得出他是权衡再三，黔驴技穷，也是为难他了。谁哦，剧场长，侬有无高见？我想啊，侬倒往我看。我来提一个思路啊，若是行，两位举个手，民主集中嘛。谁哦？若是不行，2比1，我就收回这个馊主意。谁哦？我想啊，就把这个小王换成商科长。到这对句非是量，牺牲之此就不为讲。慢慢叫让我副眼睛透下来，啥体我看不见别人家副眼，别人家一经看不见我的眼神，工作容易出偏差。我那位看看朱厂长眼睛没摊位，很会得用眼神。你欢喜先黑后开，先抗后露，先富后张扬。三跟你个厂一样，假使10多年门前徐卫星镜头随厂长的锋芒脱落啊！所以半夜抗到今朝一年，那么搿种那个张流。
体了，挑绣人为风儿狂欢，这叫老实心花呀。不知两位同生一日倘若是觉得其中气思量，为可以推思推想你松开上，两位意下如何？外甥啊，我要请教了一桩事体啊。我发觉就是平台讲每一趟举行大奖赛，总得去年大家搿种比赛，总归有眼徐慧欣写的作品，而且往往容易总归要得奖。搿么我得问呢，趟趟得奖么呢？你爱啥个黑幕的呢？哦，搿是天地良心啊！我没黑幕啊，我就是凭自家的作品，每一趟侪是拿自家的作品去比赛。真啊？哎，每一年能够创作一只作品是勿大容易的。那么搿个是次机会。那么拿搿一个作品呢，我倒勿是纯粹去得奖，我觉着让同道们前呢能够努力展示出来。葛么辣浪搿个听众们前啊，假使里头听下来觉着到搿只作品倒蛮切中视频啊，或者当时的结合得蛮好，或者是搿个虽然是新的，但是里也有传统的味道啊等等，觉得里头鼓掌，里头讲好呢，我倒觉着比得奖还要靠下来。搿句倒是对的。喏，就讲最近你第7个毛蛋奖比赛，拿这2组当中的首奖，因为我也去个了，是我从头至尾到2年演出，我听得蛮仔细。哦，难死了我。蛮老得了个，而且这个蛮感动的。就讲你看其他乐节啊、其他戏曲里向，侪是获利而过不了，就把了熟悉的当中也是几句编过去了。那为啥侬几句闲话成绩化成过一回事，而且相当成功？搿出发点辣啥个了？也勿是出发点，我是被人家逼出来。逼出来的，啥人逼出来？是被了台湾同胞逼出来。哦，哪桩事体呢？有一次呢，我参加里头个活动，里头有一在线，这个留下来呢要举办的是纪念这个小提琴2组啊，50周年。那么搿个一场演出呢是综合性的演出，这个主题是238奏音台，但是呢所有的戏曲、曲艺，甚至于唱歌、音乐同台来表演238奏音台。那么我当初辰光也是随随便便一口答应了，但是等到我回转来，我讲了，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余伟秋老师的搿个2组嘛，但是我一想勿来，啥体搿里向有乐节了，基本上好的场话啊，现在讲起乐团的搿个地方，全部把里头肯定要做脱了。这个南方打个冲，啥个搿个18相送啊，啥个乱台湾啊，总归是里头的呀，是啦。咁我想哪能办？结果我想子整整半年半年每1日天拨我欣赏一点。我发觉所有的戏曲侪分归置到搿一个地方。我认为作音台里最痛苦的地方啊，勿是辣乱台湾浪向。因为乱台湾你敢讲出搿句闲话，你已经有思想准备了。咁么我想上去，你最痛苦的辰光就是238来了，你随辣下头。作音台难下去，难搭里碰头。我觉得搿个里向有个极其痛苦的一个点，留下来我就围绕搿一个点啊，我就想我的剧本。那么作音台是女班头装出去的嘛，那么我就努力换衣裳作为载体。那么一些扎男装来，想嘛勿好，我要扎女装，我就通过了一个扎衣裳翻来翻去，那么我就努力个痛苦啊，一段开了里向。搿么这个，你得来欣赏一下，那个最后那个演出个2组首章。我的人生只有你晓得，现在的小姐要有计划内，谁有计划内？方才是余华调位规则，要你当面去回头2相公。你想，你小姐你哪开得出口？你哪开得出搿个口？但是辰光不等人，你到今朝背要碰头。
年心，小姐，今日两相公，是否服侍？还是神女这个地打个不定的灰白子啊？总算开口子。放，今朝两相公漂亮，身浪像是一件吃光细心，安过了海清。年心，你是今日与他相见，我是男装还是女装？人心个句话里听得懂啊。小姐，今朝个男是男装呢，3年门前呢就没办法，所以了呢女扮男装。现在老自家屋里，那再扎子男装，两相公看就非好噶，当然是女装咯。哈，今日我听，你的脸红手是你之非。一花林沾面鳞，随后他现在口水说一红粉轻轻凑双脚，没精神恰做雨季神，虽说我们两岁比，没如说一泪眼。神年心，小姐，我看今日还是男装吧。男装做啥讲？哪当来讲？今朝我这次女装见两兄一定欣喜撒光，而我要去回头里这样，我要告诉你，我已经是马家的人子，想上去两兄是烂熟的呀。你哪经得起这样一喜一悲，一起一落？这男装，这个戏不过是弟兄之戏，回头里即使恨，还只能够恨这个只男装的做人的，许得多意，催内转是。擦去了红粉与青黛，吹去了风吹路远边，
手都不敌。宋华梅给去了一位月，必是的贤良悲言，哪里是华梅？这离神是他心，地方近，地方近，土海清，这海清。的是孩，不要只是孩一颗心。我想，今朝你两家头的聊了许多你创作平台的心得和体会。是呀。我相信通过这一次节目呢，观众们对你有更多的了解。不能